大家好，今期介紹嘅係力量推進，係我自己研發出嚟嘅一個遊戲，彈珠人嘅遊戲。今次仲係用翻預警生成準備去比賽嘅嗰部機，金屬毀滅青龍。然後呢個咧就係攞一個爛鬼積木爛鬼魔方嚟整嘅，然後以力量同埋連射速度將佢推到最後就為贏。然後呢個已經冇咗個係跟嗰個稱重嘅嗰個嘢啦。OK。攞一口翻嚟。呢個魔方嘅重量都唔細喎。攞個呢個嚟量睇下幾重啊。可以睇到佢呢個係70 kg 左右嘅，所以佢呢個力量佢呢個重量唔細嘅。而家就俾大家睇一個力量推進呢個遊戲咯。一共呢就係時間就係1分鐘，然後一共無限粒彈珠嘅。開始啦 ，3、2、1。Be fight！就嚟過咗30秒啦，仲爭少少喎。得啦，已經將積木推到最後啦。比賽結束。今次大概只用咗40秒左右就將積木推到最後面，所以算係成功咗。得啦，今次顯示就咁多啦。